一個人會上癮。作為一個當代95後電台主持，我嘅生活節奏係點樣嘅呢？反正除咗瞓覺嘅時間係自己之外，其他都係塞滿晒嘅。我記得有一次喺一個好凍嘅排練夜過後，我一個人去咗對面嘅豆漿鋪入邊飲豆漿。喺呢個時候，我朋友問我：喂，你做緊乜嘢啊？我就話我一個人喺度飲緊豆漿啊。我朋友就好唔理解咁問我：乜你咁中意自己一個人去食嘢噶？我就話可以偷一啲放空嘅時間俾自己，唔好咩？其實寂寞就如自己一個吃火鍋，難道寂寞就連能逃神奇亦照播？其實有時可以頭惡惡、眼擎擎、口密密、戇戇居居，就咁過一日，都係一件幾幸福嘅事情嚟嘅。永遠也得神發現我搞錯。反正我又唔怕給親戚看見我一個人食吉野家嘅。